在台湾客家人的特别的信仰，一般他嘛就有一般讲两则啦。那特别是在海语方面，无谈些要谈。第一则是最有名的三鬼王，第二则当然意味啊，第三则就讲天公古佛。因为天公古佛啊，我想从后尾讲的是天公古佛啊，伊是在做云天人的信仰，因为云天来侵夺台湾，但是两张发现啦，佢冇色彩一下，佢变到点苍啊，吼，像台北啦，像彰化啦，主要一两天去侵夺，所以目前台湾有一个天公古佛里面啊，最有名的就是淡水的银山寺啦，吼，个彰化的天公古佛庙。有关天公古佛的来源有一多种的讲法。天公是方言一言，又称为盐灯、蒲公或者是灯公，适逢释迦明月会的时分。近年来是崇拜宋族的古镇，参族同外人小家相称名字岩，11岁出家，得道之后在天竺地区传法。17岁出游江西南昌，曾经为地方做教会，在武平县南岩延期的时间，又收复了老虎老太芒沙，用周年将梅竹黄杨峡的河坝填在了几百公里之外。乡民就像以尊敬其建安寺本期代，宋顺化1年初发，享年82岁。多年以后，天竺上受到赤口围攻，相传其显灵退天，朝廷将其的安寺命名为天公县，成为明时天竺的守护神。台北县淡水镇银山寺位在于天公路15号，清道光2年。来自明时天竺府的客家移民建立了这座供奉天公佛的银山寺。庙前有一座拜月形的碑堂，庙后背是太屯山。清朝中叶，淡水成为北台湾重要的移民登陆港。唐族移民10子埋地，兴建银山寺。银是指福建唐族的银港，是唐族最重要的河川。这间寺庙是淡水唯一的二级古迹，无论在台湾的开拓、建筑或者是艺术史上，有当重要的地位。正天是这间寺庙最尊贵的建筑，师傅用3通5爪留出的功法，建筑起巍峨的大天。银山寺右边的西山后巷有一座罗公亭。是唐族用天检查考夫罗公之墓，听讲老银山寺有密切的关系。当然，正月初6是天公佛的诞生，移民后代会转来参拜，表示不忘本的精神。银山寺虽然是一座客家信仰的寺庙，但是对于古迹的尊崇，应该一视同仁，不分族群的。彰化天公佛庙地址位在于彰化市光复路140号，是一座本水泥丛林包围的寺庙。最初建于清乾隆26年，是国家3级古迹。彰化天公佛庙别称唐族会馆、天公庵，祖籍天公古坟，辟基天上圣母、福德真神、金主公。道光28年。彰化太帝同之后重修，改名为天公佛庙。头摆是唐族丧礼落脚的所在。寺庙是2天2廊带复式的结构，正天地北度
由乾隆27年西來花夷，乾隆36年延夷廣田，乾隆38年齊唐渡海等故變。眼前著名嘅天光佛像在文革時期廢得去，故說台灣嘅天光佛像係更加顯得非常嘅珍貴。三山国王係在兩年結養演嘅吼，河婆戲嘅啊，佢靠近太仆梅族，即係梅縣啊，梅族邊一嘅朝族啊，三國替代啊，三座山，就岷山、金山、禿山，一三座山嘅山神啊，佢在也係宋朝時節啊，佢開始封佢為咗國王。但係在太六佢冇講國王，叫做公王，公王。當然也係咩客家人嘅神明。兩問題啊，所有研究客家台灣歷史嘅人就認為啊，凡係有三山國王廟，過去嘅地方就係客家人開建嘅。所以就認為啊，三山國王係客家人嘅鄉土神。有問題就加講嘅，我記得係岷山在太六噶，夾個三山國王冇三隻神像綁在一隻廟堂，喺各個岷山還岷山，金山還金山，禿山還禿山啊。三山國王係太六廣東省潮州府嘅西縣河婆鎮嘅金山、岷山、禿山三王國王嘅統稱。金山係太國王，相連名片是青花；岷山係二國王，相湊名銜是出征；禿山係三國王，相求名尊是非遺。三王文武雙全，自言自語，太人和睦。尤其三王更係武功蓋世，永不可當。南北朝時，經常協助擁建天庭地額，本封為皇帝面前嘅三太將軍。後來辭官退隱，修成正果。三山國王嘅神蹟，歷代各有傳說。相傳隋朝有神明三尊，所以金山結為兄弟，分別管理金山、岷山、禿山。唐朝元符14年，朝主因為封太多瘟疫肆意，朝主此時患疫，係祈求三山國王相助，瘟疫消除，靈感非常。據傳，宋太宗時曾經顯靈平亂，皇上賜封三山國王嘅名號。另外還有一種講法，太王本封為金山國王，為前化為德保國王；二王岷山為出征明秀能國王；三王禿山被廢為分印刑國王。客家人對於三山國王嘅信仰非常嘅虔誠，封三王為守護神。傳說在廣東結識金山之路田裡嘅所在。民眾看到有白馬在暗部頭生農作物，故說有人提議在兩人建立三山國王廟。自從建廟以後，就不再有呢條嘅困擾，故說風調雨順，維護民安。客家人更係堅信三山國王嘅靈驗。連天嘅祖廟在建廟之後，因為廣州一帶基礎嘅所在。大部分山島鋼鐵少，保持生活相當嘅艱苦，故所離鄉背井遷徙台灣。三山國王也隨定客家移民進入客家村落，永遠必然等虔誠勇敢嘅客家鄉親。
定有名的是彰化的林小强，彰化林小强喺台湾最早。根据佢個一個鄉公所的證信上啊，基本有三山國王廟志嘅記載啊，佢講啊，明朝萬歷年間啊，有兩隻一隻相追相馬人啊，就來台灣採下嘅鉛石，死神嘅鉛石啊，佢啲筆筒都係採嘅，就將大陸帶來嘅隻三山國王廟嘅香火啊。就是掛去採鉛石就走轉去嘅，走轉去以後啊，佢都唔記得係香火咩？佢採鉛石來來去去啊，但係地方居民啊，就講對佢看到暗頭嘅香火，佢哋見會要獻講啊，就將個香火就拿嚟擺就留到兩下。有關台灣三山國王廟。根據專家最新嘅調查資料顯示，有立案登記嘅136件，亦加上盲立案總數超過200件以上，可見得民眾對於三山國王嘅信仰係嚴重低估嘅。為咗以早發現海湖鎮中山里太海路嘅林小強，在民生中萬歷14年，廣東省揭陽縣馬兒鄉朱義生兩位將故鄉正奉三山國王分享來台，在陸月港等灣地台縣址，留下已經有421年。為了紀念兩山嘅故鄉河坡，有兩個廟福圈生產聯合，故名為河坡崙。河坡崙林小強分5角頭建5角頭廟，一太王角。金山建角頭廟林興強，二王角名山建角頭廟林小強，三王角福山建角頭廟，四竹排角富士竹排力爭三山國王神位建角頭廟林鳳強，五神農太帝角富士神農太帝建角頭廟清明宮，包括中山里、三地屋、林小強鄉內嘅步心鄉、永金鄉、天美鄉、海湖鎮等。林小強重建之前稱唔上係乜嘅規模，重建之後增加了良田、金田、鄉校大樓，做得本鄉下有嘅舒適嘅環境參拜。廟場前並牆上條天宮如意草，山門2條梁柱，左右鐘鼓樓，三串門神採用浮雕，有別於一般嘅門神。石度雕刻相當嘅細緻，全部材質大量採光牆上雕成，而對設施嘅更係形貌相同，有別於其他嘅寺廟。進入太天，我頭看見武當建廟將係王陽明雕刻細緻，萬眾有心。主神天變壓書，定司引領，係托講50年兩男梯子奉獻。主神位富士三山國王神像，神位就淨係使用當位嘅王陽明精緻雕刻成嘅。神像後背留下四爪金龍，更加顯得神威赫行。宜蘭啊，過去就講36則，掠下調查，後援會市場嘅調查超過40則，已經有增加。但係你看一下嘅宜蘭嘅三山國王廟啊，留喺一般嘅大廟啊，冇乜咁樣。至於嘅宜蘭啊，佢係就好落下，
我記法當時5是第一個30人是藏族、殘族個一式，就講藏族人、殘族人個一個客家人去開墾嘅，所以當時客家人是佢比較開墾佢係有辦法，尤其對水嘅應用利用水啊，所以到處有客家人。客家人佢愛辛苦，佢愛做信仰嘅依靠，所以有一個廟可以講的。宜蘭縣太賢鄭安宮位在於宜蘭縣東山鄉太賢村16號。鄭安宮副是三山國王，係先年陳政府等38位，在清康熙23年（西元1684年），由廣東吉陽縣林田水豐追隨昌盛宮來台，佢哋底下有323年嘅歷史，係三山國王在東台灣開基祖廟，也係南洋地區嘅信仰中心。因為風景優美、地理切佳，有宜蘭縣第一觀光廟宇嘅名稱。鄭安宮祭典日期係當年嘅農曆2月25、7月25、8月28、300。慶典期間，來自各地嘅信徒人山人海，尤其係民國73年12月28號嘅建廟300周年慶典最盛大。參加信眾大約有50萬人，組成青頭、絲襯、樂吹、花茶各式各樣嘅隊伍，車輛都大約300人台，綿延3公里。太田供奉嘅三山國王，這款三王相貌各不同，面色也無同樣。太王相貌慈祥，2王、3王目珠太太圓圓，看起來當有威嚴。後天有牌位，葉東先賢創始長生6位，副是鄭安宮來台38位先人。宜蘭三山國王廟發現出殘莊10年開發宜蘭嘅歷史，也發現出不同時在宜蘭振興宮，就可以看到這種族群融合嘅現象。宜蘭縣東山鄉就有9座三山國王廟，到這位參拜嘅信眾大部分係福隆人，不過也有不少嘅客家人。客家鄉親在宜蘭縣嘅人口比例大約1/10，他哋能夠用客話交談嘅可能只有幾萬人。經過了8公年嘅變遷，唔但老福隆人融合，甚至宗教信仰也融合了。在宜蘭三山國王代替有嘅客家信仰，一向也成了福隆人嘅信仰。擔任永安宮主任委員嘅王鳳乾先生講，石牆部分係用表嚟雕刻嘅，有的石牆已經變形，但係大部分保留下來，一般寺廟應該當時有看得到。
今日所知的，原來嘅事情在返修嘅時節保留下來。我擔心作為5年，得到古物就係歷史嘅見證。新莊廣福宮位在於新莊市新莊路150號，創建於清乾隆45年，又名三山國王廟，以三山國王作為主神，係廣東潮州府管轄下9縣嘅府神。日治時期曾經贏得風靡縱觀全台第一嘅名義。廣福宮嘅創上史正係潮州移民嘅血淚史，因為開台之初，不同習慣嘅人插旗新莊台前，難免產生摩擦。土廣6年開始，苗栗中國一帶發生了明顯嘅鬥。土廣13年，在桃園、苗栗、銅鑼14年蔓延到八里、新莊，一直到土廣20年，爆發了中英鴉片戰爭。台北前10世紀，人人變賣家產，遷徙到中南以南。從此之後，廣福宮香火不再鼎盛，寺廟也無人照顧了。新莊本地原代係殘族、藏族、福隆人、杭族、潮族客家人嘅移民棲息所在，成為台北地區最大嘅商業區。由於潮州人經濟越來越發達，終於有能力興建一座像樣嘅寺廟來服侍自家嘅父神三山國王。兩下修建之後嘅廣福宮，佔地270坪，建築大約150坪，在從48公尺發11公尺嘅合長嘅體積蛋糕，建成了標準幾乎式嘅廟宇。廣福宮嘅山圍有豐富嘅沙雕、精緻嘅木雕，還有雅致嘅景點。呢啲裝飾本身就係高價值嘅藝術品。即係你每住愛出啊3號8，愛出坐上到山頭廈門坐上架，一天嗰啲啊嘅一笪地方能搬行，3點水咗一搬嚟搬啊，搬行叫一隻公王啊，幾隻公王tan講出外是大表演啊，一天嗰啲橋嘅香火，嗱香火就做保護神啊，爭能。安全到他外地這個開墾啊，所以佢一句話咯，半山公王保外鄉啊，一句話嘛。所以來台灣嘅人睇啲觀賞嘛，觀賞就對半山公王嘅橋香火，香火就帶來出嚟開墾這樣掛。我當平咧太華宮也係乾隆30年
也起伏啊，佢對家嘅班上嘅公王廟帶來上火退啊，都話慢慢嘢咯就從茅寮變到倆廟，慢慢變倆太廟啦。苗栗縣頭份鎮太化宮，原名三山國王廟，在民國63年增改名稱。目前嘅廟子係在民國86年完工嘅，前後5年耗資8000多萬，將有近半年焚毀參觀嘅用嘅。清朝嘉慶年間，廣東省鎮平縣縣民齊得來，供奉天山富貴神，冊封三山國王香火來台灣。大量同鄉結下13年，現等總共係開墾荒野來到嚟豆分坪。嘉慶14年，搭建茅屋，供奉三山國王神位。今日嘅8公年風采義大，風采清新，將會全部往提起，必須要重新興建。一直到民國13年，佢行嚟建成圓滿復造。民國55年。在翻修之後煥然一新。太化宮正天供奉三山國王三個爺，左偏供奉孔府聖人文昌帝君倉頡石，右偏供奉註生娘娘，探求風調雨順，合境平安。苗栗市三山國王廟坐落喺蒙頭山，太同國際後背江豐公路順頭。廟子基高臨下，就嚟看到太苗栗市區。清土廣元年，由本縣司神劉蘭司重建，原址地底下嘅南門市場嘅北角。日治時期，本廟本拆除，先寄奉苗栗天後宮，再遷到天雲廟右偏副司。民國51年正月初3，到天雲廟供請三山國王轉本廟登州，都已經有44年嘅歷史。雖然苗栗市三山國王廟在全縣西草三山國王廟地背度並唔係當雄偉、金碧輝煌嘅一處，但係也神威顯赫，新式嘅香火當身。講起廟後上天嘅良辰，就因為現奇奇幾講。做通共嘅人呢，主要從後邊有啲石頭，福建建標準好好嘅石頭，它斬下來，斬下來嘅時候呢，列到三片呢，個地主顯示呢做良辰樣嘅，所以那個良辰呢，就完全冇變過，到一下呢，嗰啲石頭係呢，侍奉咗廟後背，完全冇經過人工補助過嘅，一開嚟就按樣。所以啲王人士都講佢將招嚟拿嚟做糧食。佢喺苗栗三山國廟一個鐵石來參觀嘅人，全鎮都有嚟參觀咧，也絡繹不絕啊！嚇，所以呢，嗰石頭呢，喺三山國廟一塊布。鹿港三山國王廟位在於彰化縣鹿港鎮順興里中山路276號。創建於清乾隆2年，由朝族客家人士初建，供奉粵東移民署副神三山國王，到今已經有270年嘅歷史。
彰化县政府文化局鉴定列嘅廟係3級古蹟，92年完成整修。廟宇係幾黃色嘅建築，但見檜三金色結構，門外巷無邊國王古廟，正天鳳帶金絲，海東林田木邊，係清乾隆2年嘅古蹟。進入正天，左方立有奉獻絲金嘅設備。天內有燒紙嘅香爐一座，係嘉慶4年信徒王合成所奉獻精美石料香爐。鹿港三山國王廟在台灣一道嘅廟宇當中，雖然講架構並唔係動態，不過地從廟宇完全冇華麗不實嘅感覺，亦係故意呈現本事人，在人來人往嘅街路上，係唔係能夠留俾大家沉沉嘅sen思，和思古之情呢？太和嘅三山國王廟頭辦做太和嘅三仙田，為啥係雲林縣太平鄉太德村？相傳在清康熙年間，廣東縣民張宗義渡海來台，自本港順德河壩以上到今本日嘅太平鄉，將隨身帶來嘅三山國王香火，採其帶嘅太和嘅安風，由於相當靈驗。所有嘅信徒感受到神威顯赫，香火越來越鼎盛。到嘉慶14年，本地居民已經有2000人戶，鄉人將人機發通嚟募建興建三山國王廟。他又在民國20年又進行一擺比較大規模嘅整建，原本應該列為2級古蹟，因為改為西沙嘅體內，而在民國85年內政部審定列入國家3級古蹟，實在係一大歡事。三山國王劍神係從大陸廣東省惠州府六福縣將師傅雕刻，娘家來太和嘅嘅，更顯得相當珍貴。國王誕生日，各地信徒前來太和嘅參拜，這片日嘅小村莊忽然間有3個來了。台南三山國王廟位於台南市西門路100號，有人做潮汕會館，起初還可以保存有完整潮州風貌嘅廟宇。目前本列為台灣地區第2級古蹟。在台灣幾下萬件嘅廟宇和傳統建築中，係剩下來獨一無二嘅葉棟建築瑰寶，也係早期潮州移民在台南地區一腳棲息嘅具體證明。正天主祀三山國王，昨天服侍媽祖，有天服侍桓文公。後天除了供奉三山國王夫人之外，其他作為潮州人嘅會館。在民間信仰中，三山國王係屬於自然信仰嘅地方鄉土性嘅神明。在隋朝時受祭，唐朝時顯靈，宋朝時書風。而你衷心希望，嚟初在台灣唯一保存潮州風格嘅廟宇，能夠在完整嘅維護之下，永遠保存原有嘅風貌。
沙港县港飞宫位在于屏东县嘉东乡玉港村中山路121号。原来嘅古庙港飞宫富士三山国王，到留下有300多年嘅历史，係沙港县村民信仰崇拜嘅精神寄託中心。用前睇每一對石獅嘅，韓國精緻嘅石雕作品縈縈入心。前天主神三山國王、太王金山國王、連國師師奉維德波國王、二王明山國王、超國師師奉明淑南國王、三王禿山國王、喬國師師奉汾陰鳳國王。目前已經成立中國金明土三山國王協會，共計127個單位。現任會員25名，逐漸保持密切聯繫。96年5月24號，沙港縣港飛宮舉辦全國宮廟信徒聯誼大會，特別舉辦以內列嘅慶祝活動，有國樂、八音團演奏、客家團、老學樂團高校特色，還有嘉東農業特產展示。念就係講義仰天正義、非常嚴勇浩瀚嘅寫照們。當時嘅你北埔啊，尤其新竹參上嘅也都客家人啊，對啊也肯林上文之亂啊，出一大力量，所以那個民國乾隆52年佢平定以後啊，就開始封那個移民。挺奇怪的，南埔啊，所有數封號嘅八中也好、前中也好、將軍也好，所有名單，唯獨北埔嘅冇。北埔之後來就變民間體地祭拜，佢就有大研究建體啦，哦，林賢坤啦，哦，劉秋津啦，陳子雲啦，佢有個王立旺嗰度嗬，嗰啲人啊，就講用茶仔定是多倆嘅表了嘅兩億民廟嘅啲啊，牛茶室唔行啊，跌高講叫裝呀，再。對於台灣大部分客家鄉親來講，移民廟中所供奉嘅移民也，卻係佢熱愛鄉土、生命救同胞嘅忠義之士。佢哋嘅忠義精神永遠存在。根據統計，目前全國立案嘅移民廟已經有37間，分散在全國各個縣市鄉鎮。坐落在新竹縣新埔鎮嘅寶中田，也就係表亮移民廟，係為了祭拜清乾隆52年林爽文事件中200人位先烈眾神的兩位。新年之後，移廟本基壇成為寶中廟。同時年年大潮村作亂，移民軍再度出征，八公人因此獻身起義，骨頭埋的兩位是為副總。廟內供奉赤峰葉東寶祖移民神位，建廟有共始祖長生6位，以及具有歷史意義嘅獻匾。自從土光15年開始舉辦公祭，目前有15大莊輪出祭典。當年農曆7月20移民節，參拜信徒達到20萬人，奉獻豬羊超過1000條以上。盛況原是以馬祖進行活動。創建於民國35年嘅新竹移民中學，係由移民廟以廟產分贓其財物。60年來，教育太多萬工人，成為社會嘅精英，將以移民精神為無土無民，親中親烈。
光绪12年，美利坚头份体系嘅师神，又鑒于人民爷嘅忠义精神，全省客家庄族群纷纷到新竹枋寮人民庙去奔向建庙，承续人民精神。头份师神也是创意，此行来建筑一座人民庙。经过了6年嘅习字埋梯，终于成立了两下嘅庙堂。历经民国16年、34年嘅大力整修，一直到60年，將有基本嘅堂房嘅樣貌。整天服侍嘅係保重人民嘢，以及列位神明嘅畫像。2樓到3樓也供奉不同職種嘅神明。了無非係讓信眾合法先生先賢、奮鬥祭祀、高宗高孝、忠孝傳家、堅義傳世嘅圖靈。列下頭份嘅人民廟，廣為信眾以及社會大眾敬仰，而且不分種族以及行業，族群有所崇敬，成為頭份宗教信仰嘅中心。人民廟附設藏書紀錄鋪，提供800人為長者各項服務，成立了書法、歌唱班，而且經常舉辦自強活動，係邁向老五老嘅祥和愛心社會嘅儀態鋪。為啥嘢原林縣北港鎮人民里嘅人民廟，創於乾隆53年，主要係林上文事件中，撤僑攻陷本港境。人民受事創辦1808年組成人民團，然後加一條勇猛嘅領橋，惡戰10個回合，擊退了赤兵，卻不幸受到了偷襲全體危害。當年皇帝封賜為敬義，加以保養義士英勇嘅事跡。其次係同治元年，在春秋之段，為了誘敵來犯，義勇軍趁蒙特36殺，也將以敬義田當中。第2年，本廟改為人民廟，一直到今。正天奉祀人民公，後天奉祀義乾君，左偏批示福德正神。廟上頭有3座嘅義鐘，暫替一番。當年5月30號舉行生態祭典，人山人海，祭祀祖靈，香火鼎盛。嘉義寶州人民廟嘅廟址位在嘉義市南田路15號，創建於民國46年。在日治時期，從土祖廟遷徙到兩位嘅客家人信仰中心。主神為供奉寶州人民公，沙身神形嘅王邊一地，披示觀音佛祖、八公，並且奉祀太歲。嘉義寶州人民廟係唯一還能維持當年農曆7月20號，祭祀人民先烈以及成年寶州人民廟，做成為期盼。想起在每家，以非嘅客家人做成為從各地來到發源地先做人民廟。嘉義寶州人民廟雖然講唔係一體，但係對於人民爺嘅崇敬和敬仰，卻係永遠唔會改變嘅。
为啥以今日屏东县竹田乡西四村龙门路的中日祠，清康熙60年，足以归事件爆发，乱民侵扰各处，嗰邊地區客家先民組織6支民嘅義勇軍隊，也就是6隊鄉團，中隊、先鋒隊、後隊、前隊、左隊、右隊，保衛家鄉弟兄愛護。這6支義勇團隊統稱為6營。中日祠除了供奉康熙末年嘅義民之外，在雍正10年，吳福生、乾隆51年、林尚文、莊太田、道光2年、陳陽等4邊犧牲嘅義民，也做成習中的2位祭司。對於6代民眾來講，2位唔單止係忠魂所在嘅祭堂，也係客家義民安息之地。2001年，中日祠後輩嘅客家文物館落成啟用，成為追溯6代客家族群精神和物質文化嘅重要基地。你相信，在未來，無論客家宗教信仰樣板嘅變化，坦然上蒼庇佑國家生命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一直到永永遠遠。